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史蒂芬。唔理你信唔信啊，嗱，出街或者去旅行，一定要記實呢71條保命 tips 啊，真係好緊要。第一，喺機場、火車站、海關出境呢啲地方，千祈唔好幫陌生人去拎嘢或者幫佢睇住嘢，入邊分分鐘有違禁品，到時咧水洗都唔清啊。第二，出門記得帶充電寶，如果充電寶冇電又冇得充嘅話咧，你嘅手機得翻30%嘅電嘅時候，就唔好再玩啦，留翻啲電嚟應急啊嘛。第三，同嗰啲唔係好熟嘅人見面嘅時候，唔好飲佢已經點好擺喺張台上面嘅嗰啲飲料，自己去點翻杯嚟飲最穩陣。第四，唔小心撞到人嘅時候，要好誠懇咁樣去講聲對唔住，千祈唔好咁硬頸。第五，唔係每一個問題你都要去回答嘅。去認真咁樣諗下對方問嚟係為乜。如果呢個問題你答咗之後冇着數嘅話，就索性唔好去答。第六，同兄弟個女朋友或者自己女朋友嘅閨蜜都要保持距離，免得節外生枝。第七，去住酒店嘅時候，夜晚閂門記得要反鎖，而洗手間嗰盞燈就唔好關，有少少光線安全啲啊嘛。第八，遠離嗰啲主動埋身嘅女人，自己個樣點樣嘅話心知肚明啦。佢哋主動過嚟實有啲嘢嘅。第九，同唔係好熟嘅人去飲嘢，如果你中途去完咗廁所再翻嚟，台面嗰杯飲料唔好再飲，小心駛得萬年船。第十，出遠門嘅時候帶翻少少現金，唔好淨係靠手機俾錢，如果冇信號嘅話咁就麻煩啦。第11，盡量唔好去睇熱鬧，尤其人哋嗌緊交嘅場面，費事揦屎上身啊！第12，如果你覺得嗰個地方有危險，就要快啲走人，唔好猶豫。13，如果要去一個唔多安全嘅地方，一定要同屋企人保持聯絡，將你個定位分享俾佢哋。如果可以嘅話，要影低周圍嘅環境。第14，街邊免費派嘢嘅嗰啲推銷員信唔過，有好多套路，防不勝防。15，出邊聽翻嚟嘅說話，信一半就好啦，千祈唔好盡信。16，唔好叫人幫你去傳話。有乜嘢事嘅話，直接同當事人講，因為傳話咧好容易傳下就變咗樣噶啦。17，如果你要去某一個地方，但係覺得唔多安全，就叫你嘅朋友或者屋企人陪你去，有多一個照應。第18，出街旅遊或者去人少嘅地方，就唔好穿金戴銀啦。19，講說話做嘢嘅時候都要留翻啲餘地，唔好去到咁盡，凡事留一線，日後好相見啊嘛。20，陌生人敲門嘅時候，一定要問清楚係邊個先至好開門，千祈唔係懵盛盛一嘢就打開道門啦。21，出差嗰陣放一隻銀仔喺個冰箱門上邊，再攞張紙攝喺個門罅嗰度，翻嚟再檢查下就知道有冇人入過嚟啦。22，喺出邊玩手機，見到陌生人行近就要放低部手機，搞清楚對方想點，又或者行開啲先。23，出火車站嘅時候，唔好去理嗰啲拉住你去平價旅館嘅人，自己去揾翻一間穩陣嘅酒店。24，遠離少婦同埋打扮到花枝招展嘅女人。25，出差一定要帶好身份證。26，電梯突然間失靈嘅話，第一唔好跳，第二唔好戇居居咁樣企定，快啲去撳着下邊嘅每一層，睇下可唔可以停得翻。有扶手嘅話就揸實，冇嘅話就揾個角落頭，跟住彎低身踎低喺度，等啲關節可以緩衝下，減輕脊柱受到嘅傷害。27，如果喺沙灘遇到離岸流，佢中間咧睇落會好平靜，但係咧係最危險嘅，一定要向兩邊去游。28，夜晚唔好貪平去搭嗰啲黑車，更加唔好同陌生人去拼車啊！坐車亦都唔好坐司機隔離，亦都唔好掛住睇手機。你一旦發現個行車路線唔對路或者有危險嘅話，即刻報警。29，如果你扭親啲關節嘅時候，千祈唔好去熱敷，因為會腫得更加犀利。應該即刻停止活動，抬高隻腳，用冰敷或者冷敷。必要嘅時候要去照 X 光。30，落大雪嘅時候唔好行近樹邊或者喺度滑雪，樹根嘅附近可能會有空心嘅雪層或者有個氹，跌咗落去會有窒息嘅危險。31，汽車入水嗰陣個車頭會比較重，所以應該盡量從後邊嘅座位逃生。32，冬天唔開車嘅時候就唔好長時間係開住空調喺個車入邊。33，你知唔知嗰啲大貨車泥頭車咧有個暗語噶？如果右邊架大貨車突然間打咗燈，但係佢唔轉線，即係話俾你知對面有車，
你都唔好去超車。等佢打返右燈就表示前面安全，可以超車啦。34，千祈唔好同豬肉佬或者賣魚佬或者賣西瓜嘅人嘈交，因為佢哋手起刀落，好容易出事。35，有啲蟲仔飛入耳仔之後點算呢？去揾一個暗嘅地方，打開你手機嘅電筒，有90%機會個飛蟲就會追住個光飛出嚟噶啦。36，啲白鴿呢，亦都叫做識飛嘅老鼠，佢哋身上帶有好多嘅病菌，千祈咪亂摸。37，停電嘅時候唔好即刻衝出門口，有可能有啲壞人會專登拉熄嗰個電閘，你出嚟嘅話佢哋就會作案。一定要確認好係咪成棟樓都停電，打去管理處問下，唔好自己貿貿然咁樣行動。38，的士打咗燈同埋減速，即係提醒你前面路窄或者有障礙物，要快啲減速，唔好超車。39，喺陌生城市迷路嘅時候，盡量用手機嘅導航，問路都要問多幾個人。千祈唔好叫陌生人帶路。40，如果發生緊急情況，又或者迷路，你可以去揾最近你嘅嗰支電線桿，報一報上邊嗰個數字，咁樣啲警察叔叔就會靠住呢樣嘢揾到你嘅位置啦。第41，喺高鐵站嗰度，千祈唔可以開遮，一定要記住。42，啲保溫杯如果裝咗滾水，千祈咪搖。43，女仔俾人搭訕嘅時候，唔使即刻拒絕，可以加微信，因為你加完再刪都得噶嘛。44，女仔叫外賣嘅時候一定要備注2對筷子。第45，唔好食豬頸肉同埋鴨頸。第46，同陌生人發生衝突嘅時候，走得就走，呢啲唔係軟弱，而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第47，唔好為咗捱義氣乜都制，做好事都要以自己嘅安全行先。第48，一個人唔好去廟。第49，永遠唔好去恰嗰啲老實人，人哋一時唔反抗，唔代表以後唔報復。50，情侶盡量少去酒店，因為你萬一喺網上見到自己就唔好啦。第51，開車之前圍住架車行一圈，睇下有冇問題。第52，如果女仔一個人租屋住，記得喺個門口擺翻一對男人嘅鞋。第53，氫氣球遇到任何熱嘅嘢都會爆炸。第54，遠離大貨車，禮讓女司機，路有千萬條，命呢只係得一條。55，去陌生嘅地方可以唔去廁所就唔好去，因為你唔知道入邊有冇暗門。第56，未夠18歲嘅細路仔如果坐電梯嘅話，最好有老豆老母或者監護人陪住。第57，如果個吹風筒有啲燶味嘅話咧，最好就唔好用啦。第58，啲插座唔好放喺床上，因為頭髮絲會導電。第59，同屋企嘅細路仔講，唔好信依家啲視頻電話，因為依家 AI 技術可以將陌生人扮成你老豆老母個樣。第60，執到錢嘅話，一定要去買嘢食用咗佢，千祈咪留喺身上。第61，如果有異性搭順風車，越靚嘅越要拒絕，費事有手尾跟啊。第62，如果男人開車，女人就唔好同佢嘈交；如果女人開車，男人就唔好喺度指手畫腳。第63，如果聽到屋企門口出邊有啲 BB 仔喺度喊嘅話，唔好開門，好大機會係錄音嚟嘅。第64，住酒店盡量唔好揀走廊第一間同埋最後一間房。第65，千祈唔好戴住耳機行夜路，因為人哋跟住你，你都唔知咩事。第66，啲詐騙電話多數都係9字頭嘅，而推銷電話通常都係400開頭，更加要小心就係1069開頭嘅電話號碼。第67，行路嘅時候千祈唔好踩井蓋。第68，唔好去坐人哋啱啱坐熱過嘅凳。第69，一個人無論日頭定係夜晚，唔好去行啲小路。第70，陌生人俾嘅嘢千祈唔好攞，如果攞咗嘅話，唔好聞，唔好食，轉頭掉咗佢就得啦。第71，遇到啲唔對路嘅情況，最緊要就係捨財保命，因為錢財乃身外之物，千祈唔好咁執着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如果你覺得有收穫嘅話，就俾翻個讚同埋訂閱啦。我係史提芬，下次再見。